从众多 YouTube 中脱颖而出的网红理科太太，以面瘫的特殊风格深受网友喜爱。25日，她合体首都客运千金李晶晶，不料两人首度合作，就让理科太太忍不住和对方直说：“我现在拳头很 hard， 我要喝一点 water 来消一下气。”还开放投票问大家拳头有没有很 hard。有着 Amazing 名媛之称的李晶晶，独特的中英交杂说话方式引起网友们注意及效仿，也被定名为晶晶体。而今25日，理科太太在 IG 限时动态 PO 出一段和李晶晶合体的影片。影片开头，理科太太一如往常用她的招牌语问你今天过得好吗？接着模仿起晶晶体说道：“大家今天有没有很 amazing？ 为什么我今天要讲 English 呢？”此时在一旁的李晶晶看着满桌食物，装可爱的问：“我现在好想吃东西哦，我可以吃一口吗？”理科太太则忽视她的问题，继续说：“我现在拳头很 hard， 我要喝一点 water 来消一下气。”该则限时动态也开放让大家投票，大家拳头有没有很 hard？ 答案明显有硬的比较多。随后李晶晶也在脸书粉丝专页放上两人合照，并写道：“跟很 amazing 的人在一起 ，life 就会很 amazing。”实习编辑斜线林宇璇。